蓝衫嘅秘密。阿珍表学出来，伊上茶就讲：阿妹，快睇诶！天光日，先生和我哋报告台湾各族群嘅代表衫裤。阿妹讲：真好啊！阿珍讲：我想报告客家人嘅蓝衫，毋过长啲蓝衫就是蓝色，实在毋知要对哪讲起。阿妹讲：记得我婆太做嘅太琴衫，太体系蓝色，较太长啲。蓝衫底背没有秘密咯。阿珍目珠白到青苔，问阿妹：嘛嘅秘密做得讲无？对衫袖嘅拗折、做衫嘅方法、蓝色嘅色目都有学问。阿妹继续讲：蓝衫嘅衫袖特别长，爱反折，严时就多2只手套耶。做嘅时节，头前爱折起来设斧头，前短后长，唔同看啊，也有乜嘅作用？系唔系做事较方便？很强哦！头摆客家妇人家一年头天，就去做蓝衫夹乌长裤，啲屋卡无限凄差。毋过我知道色目真普通啊，莫小看也色目，系用太长、小长等多种尺纹染嘅。材料虽然多，毋过色目爱单一，爱拄好入色。安样毋但抢耐学做，又刺眼太防，本客家小妹爷看起来特别端庄。错哦，先生平常没会做尺纹染嘅手工衫，一定时尚。系啊，青岛客家庄嘅后生人转到家乡，创新染布嘅工法，做得发展经济，兼保护环境。阿珍讲，原来蓝衫有按多秘密，我哋安样嘅报告咧？两只爱一路打在鼓，阿妹看菜脑背嘅天色，将婆太做嘅太琴衫，未渐渐对蓝色变做乌色咧。